再来看阳明山冷山东，昨搁再落雪，其他亲像七星山、大屯山嘛，拢总有落雪。因为对阳明山要去金山的这条阳金公路，在青阳顶嘛是拢结冰，所以即马若要上山，就拢有管制。车恁若是无到铁链仔的，就拢总袂当上山。这个老爸带2个囡仔，半暝就去阳明山，饭店过点外，先看到冰山，差不多透早4点开始落雪。 因真欢喜用手机啊，把顶柜的画面翕起来。4点半的时候就开始飘雪，而且车上就开始积厚厚的一层冰。对，然后一直到快5点天微亮的时候，那时候人超多。对，大概有70、80辆车一直，然后大家都一直尖叫。我们4点多从树林出门。是昨天就预期到就是会下雪，所以就。对，我一直看那个2子坪的直播，看到地面结冰我们上来了。对啊。 然后，所以刚刚雪量有想象中的多吗？超多。宝贝足细落伫个二仔坪停车场，有人伫个椅仔顶做大型的细红仔，随便做翕相的热点。再去阳金公路的边仔，树尾顶悬还阁看会到雪，当然河堤顶悬嘛有。因为烦恼足细路会骨，台北市府启动交通的管制，管制点有彩牌仔，请民众若塞车，就要挂雪链才阁上山。刚是2公里，然后那个要挂雪链才能够开车进去。经过3年，阳明山阁一届落雪。 气象署安保气象站透早开始落雨兼落雪，文化大学大气系学生为着看雪来甲去爬山，透早3点拄着落雪，1点久尔，涂骹的雪就积超过2公分悬。学生随开始做细红仔，大气系团队伫2工前就成功以模式预测，这波寒流阳明山北面会落雪，因为阳明山水气较高，团队电脑模式的解析度比气象署的还阁较悬，才会当掌握山区的0度线。 这一波大概山上的0度线大概一样维持的会1天半到2天，所以晚上入夜之后，一样山上又会降到冰点了，然后有一些水汽进来，所以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冰掀跟雾凇或者是下雪的机会。团队的研究显示，这个模式上新的定量折射关度，显示阳明山山区的德甲山、大屯山、七星山折射要有1公分至5公分。 摆时早起进前，民众若去山顶，拢也有机会会当看到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寒流发威。